我是林文婷菲菲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云菲菲菲。这是我阿公亲的黄金果，欢迎收看收成迄一天，耶！阿红，你讲要带我熟悉新的朋友，不过咱来到这是倒位？这是家己的直家。我知影一对为瑞士返来台湾捡落来姊妹啊，因拢会甲种黄金果的阿公阿嬷斗相共采收。真是的，黄金果头一摆听呢，敢若真奇巧哦。无，你赶紧带我来找因。好，就伫头前尔，咱要到。好。来，来搬两斤水。谢谢。这是要好我的哦，多谢啊！这个我安尼我递，家己递哦，还是要替我递？安尼，谢谢呀。多谢你。哦，有淡薄暗。脚拢会使办，脚拢会使办，这红公公来。所以这色水变安那的时阵会使办。我是小老师，这若是黄的会使办，啊安那袂使办。谢谢。青色的时阵哟。这已经有够黄啊无？也毋过我看伊遮青青的，会使啊。这已经会使所以啊。伊安尼看起来大部分是黄的都会使。好，啊你搁试一摆，互阮看。安尼。我甲洗一轮。够准的。啊，好。啊，你爱看都有，哦，对，啊，搁来了，要安怎来，你接落来哦。敢是，搁出来，是无？哦，过来。而且按乱，错乱，好。你是会也不会啦？我抓袂开你啦。等下，你这粒是青的。我这粒无，这有黄啊。恁帮阮鉴定一下，这粒是会使还是袂使？你来看，我感觉伊款这些敢若袂晓看。我感觉这是有黄的啊，有无？哦，落来啊，已经落来啊。有啦，有黄的啦，你看这是黄的啊。这敢会使？对无？这会使啊嘛？会使。老师讲会使就会使。好，感谢老师。阿公家己一组，因为阿公上紧。想要教我一组？好，安尼我教你。准备开始。好，开始。你甲阿公用哦，阿公要开始哦。咱两先。这敢青青，这敢会使？会使无？还是袂使？会使，好。你慢落来，我来。哎，这有一粒黄的。来，我甲你扶咧，啊，你甲慢落来。这呢？啊，就听袂到无？好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来，慢落来哦。来哦。好，落来。哎，我已经有一粒啊。这敢若嘛有一粒。来。阿公甲阮偷偷斗相共。为什么这好？来。为什么这好？会来。哎，安尼无公平。无要紧嘛，咱分因几粒好无？无袂，伊坏咧，这袂歹分恁的哦。你甲唱过来，耶！搁一粒。
来来来，哇！哇！哦，到最后就直接吧。咱足紧的，咱足紧的。去甲阿公对，咱去甲阿公抢。哦，那才大粒，甲你的头同款变大粒。你放进去，你放进去。阮电到要超过啊！来，再贴来。其实爱出一组啊来，你看，耶，一粒。多谢阿公，阮这边拢是阿公办的。对啊，多谢你。不要紧。是阿公咧教阮办的，因为阿公拢好飞飞，啊，因迄边拢是阿公咧办的，安尼我较轻松啦，我较轻松。你安怎后悔零钱？唔知，你看阿红哥哥。我你看。今晚是熬做时间的，不要紧啊，咱来偷偷。今摆毋是好做事。咱偷啊佚佗，莫互伊。对，意思讲今摆咧做工课，爱好好啊做工课。我嘛足久无拗讲。菲菲是做代志足认真的。是无？敢是？大粒汗，细粒汗。互你食。食去阿公迄边，食去阿公迄边，食去阿公边。足远的。你喜欢妈妈？你喜欢妈？你喜欢妈妈？你叫啥名啊？我叫张嘉伦，我上介意讲故事互囡仔听，佮有咧念念的咪。哎呀，你喜欢？Hello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做贝贝。林文婷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我是生烧烤。我想爱游泳、小提琴，跟我放屁。你哪有袂敢讲哦？我拍球跟放屁。擦开哈，哦。姐，你要爬树仔顶悬板？对啊。好啊。这里哦。落落来啊！你好，你是我的爸爸，你叫啥名啊？我叫阿汉的，你喜欢唱啥名？我上爱转来台湾佚佗啊，讲啥名？哦，就这个。这是我的妹妹，你叫啥名啊？婷婷。你喜欢啥物？婷婷。还有咧？婷婷。还有你喜欢宝贝，你喜欢吃宝贝。给下去。来哦，来这边咱班钱也要转来哦。菲菲，你人足大呢，小妹第一名哦。哪会遮嘿高？啊，阿公甲你鼓励哦。这面来安尼倒起，再试的吼。啊，阿嬷要来自助佚佗，你要带我去佚佗？去出世，你讲哎，出世。啊出世哦，啊如果即马是较无细，即马我知影我讲寒人时阵，啊是哦，你伫随处拢有去游泳吼，有无？咱每一个礼拜四拢会去上游泳课。游泳要较小心的呢。好，完成。哎，谢，我这里我。哇，厉害厉害，你这个水呢？你会晓写英文，会晓写中文。
行上去，无路啊，搁行上去。啊，你来等我啊！你拢无等我。安尼落进去无？表面来看面啊！对。是安那你心头做工课？阮头一来佚佗，啊，恁是一来做工课。恁头拄好在佚佗啥？伊看起来足喘的，对啊去找烧肉是无？你带我去创啥？去西园啊？敢是？走去对，走去对，甲我讲，今年我就想要知影的。安尼，啊，恁即摆在创啥？黄金国庆纱。甲伊穿。哦，穿衫，安尼敢有穿好？安尼敢是穿好势？有穿好势？安尼我就交互阿嬷哦。安尼就好。要碰个只啊，这碰个只。好，你敢袂晓捧？咱做伙捧。哇！啊，你手爱甲阿公斗地。好，安尼。哇！技能啥？哇！你拢甲我骗！你出家来。来，我后退来后。好你。好。所以你会知影阿公这个动作是啥物？哎，无你甲阿公问。你问讲嘛？你替我问。我甲你较熟悉，甲阿公较无熟悉。诶。好。好。继续。好。搁一箱。好。赶过来，搁来咧。爱拗。好。好。跟我讲。啊，后一步咧。哎，讲价。讲价。好，有，好，哎，对，有，安尼你看有吧？对无？有无？好，歪，哎，好调整，出来，水落，好，讲拢安尼，咱缀阿公的手势，顶好，哎，出来，好落，哦，我的汗在你滴着。站，咪发，一手，啊个手，啊两手，好，这会搬过，这放，嘿，哎呀，耶！我是贝贝动作赛，这是经过，这是头前，这是后边，今嘛要切。这就是经过我切的。啊，要安怎食？用汤匙。用汤匙，在哪里？你也是这摕一个黄金果，个。来。再来。要加盐吧？加叶吧。所以这的这拢是叶对。吧？按个盐籽袂使加。籽袂使加。这乌的是籽。袂使。啊，我食看卖好无？袂使。我来食籽。袂使。安尼我即马食叶吧哦。好。我但讲袂晓形容伊。足甜的。啊，有水分呢。其实有淡薄仔迄鱼仔的味。鱼啊，你敢知影啥物是鱼啊？你敢有食过鱼仔？无。无。无。啊，黄金果你有食过无？你头一摆食感觉安那？好食。我嘛感觉好食。好食。我嘛感觉好食。大家知哈，哦，
惊甲闪着。哎，坐到无爱落来。到腰哦！哇，妹妹真久无来啊！顶边倒来足久以前啊。真久来。你才看会到咱阿伯，你做你行吼，无要紧。袂规片拢阿伯迷路，袂迷路。好啊，好用啦，我带。好啦，你去洗啦，嘿，看会到拢是无要紧。好，你无用欢迎阿伯，啦。拜拜。好，咱来遐看卖，好不好？恁会使开始。来枝遐嘛有来枝的，对吧？咱真久无转来啊，对吧？因细汉时阵敢有来遮佚佗？你敢有印象，妹妹？无啊，上细汉啊上细汉啊。伯伯，你敢会记咱细汉的时阵，恁细汉的时阵有来过？无啊，你敢会记坐迄个阿伯迄个铁牛车？有是无？你敢若会记迄个车尔？车较有印象。车敢有印象？妹妹啊，迄当阵你搁真细汉，迄个2年半进前啊。家己妈妈，哼。咱即摆为什么会带因来遮？其实哦，大概转来我就是真介意亲情做伙的迄款的感觉，就是转来安尼大家真欢喜安尼，捌遮的亲情，因才知影讲哦，因遐阿嬷啊、阿公啊的亲情拢是种水果的，看就是较直接。伊咱转去瑞士的时阵，食到迄个柑仔，伊就会印象讲啊，我有一个阿伯有一粒山的迄个柑仔哦，伊就会安尼。做一个联想啦，所以阮转来时阵，每一个亲情拢会去家己行行的，行看看，顺便互因看一下这2个安尼，较袂生分啦。对啊，亲像看到因2个，因一定都足欢喜的。对啊，就是讲，哈，这2个人讲台语啊，有影无？安尼，系啊，佮开讲了后，因其实就是会晓讲足侪话的，互因有用到的机会啊。啊，敢厝内人会使较歪的，莫较切疏。对，较亲的安尼。欢迎收看迄一天的台语课。咱即马请到贝贝小老师是为瑞士回来哦，我要甲你请问，瑞士的德语是要安怎讲 ？Swiss，安尼唔对，佮讲一摆互我听。Swiss，安尼敢有对？有吼，瑞士的德语是讲 Swiss。贝贝，恁兜是咧种黄金果的，黄金果是一款水果对无？好，安尼咱来甲大家讲水果的瑞士德语。水果 fruta， 搁一摆 fruta， 两位小老师要教咱教台语课上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欢迎收看。休闲的迄一天。这句话瑞士德语是要安怎讲咧？ Willkommen bei Tag der Erde。听起来非常的复杂，安尼大家会晓袂？咱是死去的人，这是外的人。譬如讲，我今仔想要点。爱文，去过，我是泰国。好，来，你泰国。我都不想有藤啊虾。哦，这毋是妈祖，是祖先，妈祖不会伫遐，对了。安无拢用个只，啊，等你再放过来。祖先，好吧？好啊，祖先是阿嬷的、阿公的、阿公的、阿公的，安尼啦，是点点的啦，我平安，安尼。那只有那只2个用啦，看有较多无？个点来你来点。咱住咧瑞士，无讲定定转来。阿公阿嬷会愈来愈无时间甲因讲啊。阿公阿嬷嘛年岁有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安尼甲因讲，转来的时阵安尼，阿公阿嬷袂感觉讲咱遮尔远。贝贝，乖乖啊，大汉啊，平安，健康。这是我的阿公，你叫啥物名啊？我叫英香。你想要创啥物？哦，我想做水果，
公这是多。这阿公细汉像那细汉大只，阿公个做出推只，阿公就是去台北做水骨，我过你看。哦，阿公遮，阿公做水骨啊，对，阿公啊。这是我的阿嬷。是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姓张叫玉玲，阿玲，人中叫我阿玲。你喜欢食啥物？哦，我上爱食这黄金果。你喜欢创啥物？我兴趣足侪呢，我嘛足爱唱歌啊，啊嘛足爱扭弦啊，阿嬷会晓扭弦啊呢，学音乐哦。这是我的爸爸。你会使创啥物？我会使，我即马要去烧金，拄啊拜拜了。我敢会使做伙去。会使啊，我安尼就做伙来去。行。好啊好啊，这有你，你咪可以凹的，阿来。凹的哦。会记你。哎，这烧好。啊，你感觉你的紧张了？你想要老了呀？这是爱互新面。这互新面，你看这是新面的哦，互伊的钱的意思啦。准备好来，尽量撒。好嘞。真难杀，妹妹真好。来，这个。来，过来。这片都好食哦，这水树无得买哦。哦，这阿嬷挑工老的呢。哦，谢谢呢，哪有这果水的叫我问？唔知影你敢有发现讲，就是因其实阿公阿嬷甲因做伙啊，毋管咧做事还是佚佗啥，就是因看囡仔迄个眼神足有爱。哦，囡仔甲就是因看阿公阿嬷嘛是拢看条条，讲代志即件代志，互因之间迄个距离会使搁较远，搁较密。其实我嘛有想要有安尼的坚持，就是这是阮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因甲我讲的语言，我嘛希望我的囡仔嘛是会当讲即个语言。以后咱若家己有囡仔，咱就拢喊面讲代志。两边的囡仔就会当做伙讲台语。对，安尼才有伴。对，安尼才有伴。来，嘿拍狗啊，拍狗。而且你敢无感觉讲台语的囡仔？上古锥啊！足古锥的。对啊，讲台语的囡仔真个足古锥的啊，甲因两个。啊，古锥甲袂过哩啊！你敢考看？你我小拄伫咧一天，这个细汉修行一天，慢慢，哦，好叻，来，好食。好食，爸好食。好食。预备啦。很早。